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服務香港接近40年，專注提供房地產一站式服務平台，包括物業管理、資產管理、設施管理及工程項目等。而物業管理一直係我哋核心業務之一。我哋早年引入物聯網 IoT 技術，將營運流程數碼化，大幅提升管理效率。近年我哋更進一步研發自家嘅應用程式 Property Cube， 將數碼化推至客戶層面，為業主、大廈使用者同埋同事帶來更便捷、更高效嘅體驗。呢個唔單止係行業嘅趨勢，更係推動香港邁向智慧城市重要嘅一步。今次我哋好高興能夠同數字政策辦公室以及數碼港展開合作，參與智方便沙盒計劃，將物業管理場景應用政府嘅智方便個人數碼化身份服務平台，引入到物業管理當中，開展全新嘅智能化體驗。而第一個落地應用嘅就係訪客登記功能，智方便個人碼以二維碼嘅方式，令用戶無需出示身份證，就能安全去展示部分嘅個人資料，用以核實嘅身份進行登記，加強私隱保障。傳統嘅訪客登記流程都需要核對訪客嘅證件同記錄部分個人資料，既費時又有私隱嘅風險。而家訪客只需喺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展示個人碼，所需要嘅資料就會即時自動填入登記系統，整個過程只需幾秒，既快速又安全，大大提升效率。智方便個人碼嘅應用確實為物業管理帶來多方面嘅變革，保障業主同住戶嘅安全之餘，亦大大提升大廈使用者嘅體驗。第一太平戴維斯好高興可以支持推動香港嘅智慧城市發展。展望未來，我哋期待喺更多嘅應用場景使用智方便，透過科技創新，將物業管理推向新高度，為大家締造更美好嘅居住同埋工作環境。